即马大家有看到我的画面吼？有好，大家好，我是阿平。头先我嘛是爱先感谢两个人，应该总是三个人。第一个人甲第二个人是阿东甲阿英，感谢恁举办这个活动。第二位要感谢的是顶届的讲者丁雄，是因为我听了你的演讲，我感觉真趣味，因为你讲你真正是本来是对英语有兴趣，不过你上后壁选择了台文，所以我嘛想听了你分享，我嘛想要来分享一个我家己的故事。好，安尼我即马开始我的就大家就赶紧来看咱的我的故事。好，所以好，所以我即届的题目是台语人、英语人甲世界人。我想要讲的是，我无感觉我家己是偌有资格来讲即个主题，不过，我感觉敢若是无啥物人来分享，而且讲，我伫咧英语系也是讲，我看其他，伫咧台湾全台湾其他学校的外语的相关的科系，咧学台语人敢若是无介济，所以，今仔日我就来分享着我的故事。所以我的本名叫做林有成，我伫咧我的 podcast 原顶的名是阿生，我即马伫高师大英语系就读书，我是2年，过了即个热天，我就要变做3年，所以我是大学生，我嘛是阿生的故事来主持人。我本身就是台中人，所以有台中腔，台中话中腔，所以我讲话咧讲第8条的本调的时阵，我听起来甲第4条是同款。对，这个是我家己发现到台中腔上大的特色。今仔日我会要讲的有三项代志，也是讲3项。诶，伊人呢？人呢？大家稍等一下哦，阿东去联络阿心一下哦。台语应该是嘛是算是讲我后壁才。而且拄则我刚跳掉。有哦。我跳掉，我伫倒位跳掉。个台语人世界人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我搁讲一遍。好，对，拄则我看到怪怪，所以我就先甲伊暂停。即摆大家看到是几个画面，也是细迄款。细好，安尼敢若袂使，是不要紧，我就安尼甲大家分享。好所以大家看到我有台语到英语再到世界，所以台语是我会安尼排的原因，是因为台语是我出世身躯边的语言。虽然讲阮厝内底人嘛会讲华语，我家己若大汉嘛，若
袂记你台语讲愈侪华语。我会看台语嘛，算是讲后壁渐渐了捡转来。虽然讲我是一定会晓讲台语的人，好，安尼我啊，拍什么？切伤紧。英语就是，因为我对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对英语愈来愈有兴趣。到上后壁，我选择了英语系。上后壁阁有世界是因为讲，读了英语，所以就会想着讲，是毋是英语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会有安尼无共款的思考。好对，所以讲台语人，安尼我想要讲的是，我家己也是，阮可能是我这个世代的少年人，还是讲全部讲台语的人。讲台语，敢真正就代表讲是台语人。我感觉讲这是爱看大个人的态度。有一寡人是讲台语讲了足认真，无毋对。毋过因对台语的态度就是讲，这是方言啊，这是讲笑过还是无遐尼认真拍拿量的时阵用的啊。所以毋过有一寡人对台语的态度就是讲，台语是一个足水的语言，咱爱认真甲伊学习，爱认真甲伊认真甲伊推广，就是讲互搁较侪人知影。台语甲华语甲其他语言，就是你学的，还是你本身咧讲的其他语言。我感觉这嘛是一个足趣味的主题。我家己嘛是咧这两项内底，嘛是想了足久的。到底是用华语就是毋对，还是用台语？用台语就是较对，还是讲两项拢爱用？到底是咱的生活当中爱用倒一项？就是我感觉这是咱的态度甲咱的使用，这是足趣味的一个问题。过来就是英语人，我应该嘛家己嘛算伫咧英语系读册，我应该嘛算是一个英语人。毋过呢，伫咧英语系读册读久，我感觉讲，我家己嘛加减嘛，互我家己科系影响，我会有时阵来用英语本位的方式来思考。毋过呢，安尼我就发现讲，实在是错过真侪代志，也是讲用英语角度来思考，安尼，变做是敢若英语较敖，其他语言较无遐尼敖，是毋是安尼？对，所以我嘛豆咧修正家己安尼的想法，安尼。第二个是语言学，这是阮伫咧1年的时阵一个学科。我学了语言学，虽然无介简单，过我嘛发现讲英语学虽然阮学的是英语的英语学，主要是英语的语言学，不过我发现讲，即物件嘛会当套到台语来。我嘛咧想讲，英语敢真正会影响到在地异性？这个对这个题目的答案，我是想讲，无一定，这是爱看
阮家学英语的人是安怎想的？若是讲你是，亲像顶管讲的，你用英语本位看所有的代志，安尼你可能有一寡人可能，敢若爱英语，啊无爱其他语言，甚至感觉讲，咱讲的华语还是台语还是，咱的母语比英语佫较歹，所以爱加讲英语，爱加讲，爱加学英语的文化，所以我感觉这是就看个性的，所以，就是我感觉这是每一个人的选择，安尼。遮的是，我嘛感觉讲，透过英语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语言，所以讲伫咧网络顶面有真济，你用英语伊是会当学习了足济足济物件。这是我伫一个课程平台 Coursera 的人观点，我伫咧，这三个我看到。就趣味的课程，这个课程嘛会当，转来，咱来甲台语结合。第一个就是双语头脑，若是直接翻是安尼。我有选第一个甲第二个课程啦，毋过最近实在是较无用，所以足久无去上课啊。这个平台就是淡薄仔像迄叫啥，就是摩克斯啊，就是你会当家己选课啊，会当家己自由安排进度来学习。第二个拄则无讲了的第二个就是就是算是语言学的一个介绍，这是一个荷兰的大学课程。第三个是。算是个语言观点的多样性是为什么阮会要有安尼的多样性是为着啥呢？这就是大家若是知影迄字，就是巴塞罗那，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区。所以伫咧即安尼的安尼区的大学出现安尼的课程是实在是无意外。毋过毋知影大家知影即个平台无？其实台伫咧即个平台观点嘛有课程，毋过足可惜是来观点有华语的课程是有咧教外国人华语的课程，毋过也袂有台语的课程，所以我嘛希望讲有一天咱会当伫即个平台观点看到台甚至是台湾的其他学校会当有佫较侪多元的课程嘛，会当透过这平台，透过英语甲台湾的文化推散到这个世界。安尼我上后壁一个要讲的是世界人。有一寡人想讲。咱讲英语是毋是就代表咱就国际化，咱就甲国际经济做伙？其实是无一定甲我拄则讲的共款，就是这起决决定这项代志是毋是安尼是咱的态度。所以若是。无一定，你若是无英语无讲遐尼好嘛，无一定代表讲你毋是世界人。所以，世界人这个主题，咱就会当想讲，咱的世界有偌大？是敢若有英语吗？敢若有英语，还是敢若有英语甲你世界这几个上主要语言，其他的就无啊。当然，这世界毋哪有安尼遐尼细，所以有一寡第二个就是咱的世界敢有家己，因为有一寡人是讲因讲因会晓足侪语言，
伊去足侪国家佚佗去算过。毋过呢，讲到台湾是，可能无遐尼，无遐尼了解。其实因就了解世界，毋过因其实就无了解台湾，这是一个就值得咱思考的代志。第三个是2030的双语国家，这是真侪人即马拢咧面对的一个问题，包括咱阮学校因为是师范大学咧培养老师的，所以阮伫咧算是前线的人，嘛伫咧前线有足侪接触甲足侪活动的啥的。毋过我家己嘛算对这个政策是保留的态度，因为我看到真侪的讲法。毋过我想要讲的是，双语国家可能想要爱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台湾。毋过咱学了英语真正就会当国际化，这是咱就特别咱思考的问题。我会分享大概就到这结束。这是我的节目，爱情的故事啦吧。大家会当扫下骹一寡QR code， 这是我的节目的 Instagram， 会当去第二个中即个扫落去的有网页走出来，你会当点一个箱顶白带。毋过这个节目差不多1年无新的单集出来，所以即马其实我咧找来宾哦，上后壁是我的私人的名册，可能大家有一寡人我已经去因为我嘛想要熟悉搁较侪台语人，所以我应该有一寡人已经甲我是一个名册观点已经是朋友。所以嘛，欢迎大家来，交一个朋友。若是有啥物问题想要讨论的，还是想要做阮节目的来宾，想要分享你的故事的，拢欢迎来找我，还是讲找阮咯。今仔日我的分享就到这，多谢大家。你好，就是因为我有就是我有分享内面，我有讲，就是我有参与这个 Casey Testwood 伊的，就是量子教材翻译我有讲到，就是有足侪理工学界的迄种人，伊其实是伊咧思考的时阵，拢是用英语去思考的。但是伊若咧做翻译的时阵，伊煞无甲这个习惯改过来，因为就是讲因咧翻译的时阵，伊永远是英语的头壳。这个现象就造成讲，因翻译出来的物件，敢若有，就是敢若捌英语的人才看有，你毋捌英语的，你可能连中文的资料拢看无。你对这种现象，你敢有啥物想法？就是你感觉讲这个现象，敢有需要互改善，还是讲你感觉讲这就是你有啥物想法呢？我感觉这是算是一个环境的问题吧，因为我其实嘛有真侪人讲，你若是想要接受到学术界的上新的，还是上精确、上详细的物件，你就是爱用英语。毋过我感觉讲，若是咱会想要甲在地结合，若是想要更较有在地的精神的话，我感觉就是咱嘛是爱用，就是爱试咧甲即款物件
看卖是毋是当转换成咱的做咱的母语，还是讲用一个较接近咱实际生活的方式来思考。其实我对科应该讲算啥理科的代志，无遐尼了解，因为我是读文的。对，所以我希望讲我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因为你伫理工，咱伫阮理工的状况是安尼，就是基本上伊的规个迄种环境，就是你若想要去进入即个，就是即个科内面，你就一定需要英语的能力啊。我一开始嘛是安尼想，但是后来我就是接触，就是台语文即个科的想法，以后就开始去怀疑讲，因为因拢会讲你就是英语，你爱学英语，你才有法度去，即打像就是英语就是打像是一个锁匙，但是敢一定爱用英语来当做锁匙，敢袂当用其他语言来做锁匙，而且因为因的就是主流的想法是讲，你若用英语较方便，但是这个方便是毋是颠倒甲其他的语言的权益要牺牲，该牺牲啊？这可能就是我最近咧思考的问题，嘿啊，这是我的想法。我想要问阿心，你敢是师培生？对，我家己是师培生，所以我拄则在分享的时阵才讲，我伫咧学校内底对个2030的双语国家这个政策是，我是算伫咧边线的人。我家己嘛想要，拄则阿东咧介绍我的时阵嘛讲，我咧修迄台语教学第2专长的学分，其实是因为我是后一个学期开始要修啊，毋是这个学期，因为我之前无发现到这项代志，就是我俩总讲，敢若会当摕，就是我伫大学敢若会当摕一张证照，敢若会当教一科。毋过我发现这项代志，我是足欢喜的。虽然是讲，我可能要较暗的才会当毕业，但是我即摆才开始修，因为我要我要3年嘛，所以淡薄仔暗。所以恁学校遐会当修台语的师培课程就对啊。对，其实阮学校是有一个缺点嘛，还是讲问题，因为阮的学校开课是开无啥够，所以讲有一寡课爱去别个学校去上，那也是讲，阮的学校有一个研究所叫做是台湾文化甲历史的研究所，所以毋过迄个。这寡课差不大部分拢是因开的，毋过有真济课是应用其他系课来代替，会当用其他系课来代替。毋过就是其实我家己看了，我感觉讲迄寡课甲台语实在无直接的关系，对，所以这就是较可惜的部分。了解。我想要讲的是，因为你是师培生啊，我感觉你今仔日分享的这个理念足好的因为你以后若是有咧教英语，我感觉会当甲你这个理念放入去你以后的英语课内底，会当甲台湾的文化甲英语夹做伙教互学生互因去思考这个议题性的课程，我感觉安尼是会变做一个足赞的课程，所以希望
因为我嘛是师培生嘛，我以后嘛是会希望我下摆会当做遮的，就是甲台湾文化有关系的课程，来甲我本身可能自然科，也是其他的科目会当合作好，我感觉这是咱以后会当共同拍拼的所在，所以希望咱以后下摆会当来为即个师培，还有有做老师即条路共同拍拼，安尼。